过来消息来看，副总统萧美琴今仔主持顺丰南花莲南的交船仪式。花莲南某未来会负责伫东部海域巡河。今仔嘛举行海巡署第5只1000吨级的顺丰南的落水仪式，嘛甲伊号名叫平湖南。副总统嘛强调讲，会继续来透过国南国造，强化国家安全。请往上揭牌。现开播报，副总统萧美琴正式会现河CG1007海巡第5只1000吨级顺丰南号名平湖南，了后阁进行落水仪式。请直评。仪式由海巡署长张忠良负责李文玲启动，象征代表守护海巡兄弟的眷属。向副总统强调，亲人支持是海巡兄弟背后上坚定的力量，向眷属致谢。也讲到和平是需要守护的，继续国南国造，强化国家安全。面对国际情势的风云变幻，俄乌战争、中东冲突，都在提醒我们。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。萧美琴伫花莲南驾驶室外口向大家握手，花莲南交南了后，就拨交予海巡署同机队部署伫东部海域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除了慰勉海巡兄弟，也讲到花莲南原本是第1只海巡爱车小海船，按过的反映通过对港预算，无需要写小路。在追加预算还没有追加回来之前，本来是我们第1艘要开始赊账的船，总共有7亿多必须赊账。现在追加回来了，在海象风浪5级的时候，还可以持续有效提供直升机安全的起降。它也具备了这个夜间海上搜救的能力。花莲南有中科院开发的近海火箭弹武器系统，20机炮遥控镜塔，高暗水炮顶，也有红外线及显像机，应增加夜间搜救能力。根据海巡署的规划，1000吨级顺丰南总共会起6只，目前已用4只交南，按算的第112年应全部交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